各位豬仔豬女，又到豬優 home 時間。上一集大家學識咗點樣分上同下，今集就帶大家再學識左同右。究竟左同右要點樣分？我哋每個人有兩隻手，你哋摸下心口，摸唔摸到有嘢喺心口度跳下？原來呢個就係我哋嘅心臟位置，近心臟嗰個手就係左手，另一邊就係右手。如果平時媽媽話你係用右手寫字，咁就記住揸筆嘅手係右手。如果平時媽咪話你食飯係用右手揸筷子，咁就記住揸筷子右手。又係時候考考大家，圖中左邊嘅係男仔定係女仔？答案係男仔係圖片嘅左邊，女仔係圖片嘅右邊。圖中馬騮仔係男仔嘅左邊定係右邊？圖中嘅孔雀係女仔嘅左邊定係右邊？答案馬騮仔係男仔嘅左邊，孔雀喺女仔右邊。狗仔需要各位豬仔豬女幫手指示出佢要行嘅方向，上下左右，令到狗仔可以揾到骨頭。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就開始。狗仔第一步點行？你答對啦。狗仔向右行，之後狗仔又點行？你答對啦。狗仔向下行，之後狗仔又點行？你答對啦。狗仔向左行，之後狗仔又點行？你答對啦。狗仔向下行，之後狗仔又點行？你答對啦。狗仔向右行，之後狗仔又點行？你答對啦。狗仔向下行，之後狗仔又點行？你答對啦。狗仔向左行，之後狗仔又點行？你答對啦。狗仔向下行，最後狗仔要點行？你答對啦。狗仔向右行。各位豬仔豬女好叻，你哋幫到狗仔揾到骨頭，俾啲掌聲大家先得。上集我哋用水果圖嚟學習上同下，今集我哋再用水果圖嚟學習左同右。第一題呢，奇異果右面嘅水果係乜嘢？答案係士多啤梨。第二題，香蕉左邊嘅水果係乜嘢啊？答案係蘋果。最後一題，菠蘿左邊嘅水果係乜嘢？答案係冇水果。我哋終於學識咗4個方向詞，分別係上、下、左、右。如果你哋中意呢段片，記得按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下集會教中間嘅概念，同埋準備咗一啲挑戰題，請留意下一集豬優 home。送上叮當純音樂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